原本預計可以做到個好啲嘅成績，咁但係去到跑到廿零 K 嘅時候呢，都係覺得即係啲肌肉呢已經痛得好厲害。咁我相信應該都 A1 做嗰個 cam shell，因為一做嘅時候，我發覺就係嗰個 pat pat 側邊個肌肉呢好痛。你冇聽錯，一個看似簡單，連汗都未必會出嘅墊上核心動作，竟然可以痛過跑半個馬拉松。好多跑手為咗突破 PB 或者想克服撞牆期，第一時間諗到嘅唯一方法就係質里數，係咁堆跑量。結果跑量真係上咗，但隨之而來嘅係無止境嘅膝痛、髖關節痛、足底筋膜炎。你以為係對跑鞋唔夠避震，又或者係自己拉筋拉得唔夠，其實真相遠比你想象中殘酷。最近我喺 YouTube 搞咗一個28日改造真人 show， 抽咗10位跑手進行核心與跑姿嘅大改造。喺第一周嘅訓練入面，我完全冇叫佢哋練跑，而係由最基礎嘅動作做起。結果我發現，阻礙佢哋進步嘅從來都唔係心肺功能唔夠強，而係佢哋嘅身體根本承受唔起自己每星期積累返嚟嘅跑量。今日我會公開其中3位真人 show 學員嘅殘酷真相，同你一齊拆解點解你練得越勤力，反而越跑越痛。睇下你係咪都犯緊同一個致命錯誤。我哋先睇第一個案例，佢正面對緊長距離跑手最恐懼嘅問題——局部崩潰。最難嘅一個動作係嗰個今日都有驗收同埋 Day One 做嗰個 cam shell， 因為一做嘅時候，我發覺就係嗰個 pat pat 側邊個肌肉咧好痛。咁我諗翻我啱啱1月去參加渣馬嘅時候，就係去到20幾 K 嘅時候咧，就係兩邊 pat pat 嗰個位咧開始好一路 keep 住好痛啊，啲肌肉好痛，咁一路痛到尾咁樣。點解會咁？好多人以為跑步係靠小腿同大腿發力，但其實主宰你長跑命運嘅係你嘅臀中肌。蚌式即係 clamshell， 正係一個孤立訓練臀中肌嘅動作。當你嘅臀中肌太弱，或者根本唔識發力，你每跑一步，骨盤就會失去穩定性，出現左右搖擺嘅 drop 現象。為咗唔好俾你跌低你嘅臀部，其他肌肉同大腿外側肌肉，每一腳落地都要被逼瘋狂加班去拉住你嘅身。跑5K、10K， 你可能覺得冇嘢，但當你去到20K， 肌肉一旦疲勞過度，就會產生強烈嘅痛楚，警告你。所以佢做蚌式覺得痛，其實係提早引爆咗佢長跑時嘅隱形炸彈。我哋再睇第2位學員，佢嘅痛點可能好多跑手都有遇過，但往往不知不覺。因為其實跑步嘅時候都留意到自己個上半身都唔係話咁穩定嘅，有少少彈下咁嘅情況。再加上平時練習咧，有陣時跑啲比較快嘅 program 嘅時候咧，嗰個左邊嘅髖關節會痛啦。如果企定做單腳動作都搖搖晃晃，你試諗下，當你跑步嘅時候，每一步其實都係一次單腳跳躍。每一腳落地都要承受自身體重2至3倍嘅衝擊力。如果連靜態都企唔穩，力量又點可能穩定咁傳到落地下，再推你向前？佢分享平日訓練嘅時候話，上半身彈下，其實就係身體本能嘅代償反應。因為下肢不穩定，身體只好靠擺動上半身去抵消嗰股多餘嘅扭力。結果左右兩邊受力嚴重不均。左邊髖關節首當其衝，承受咗所有無謂嘅壓力同摩擦。如果呢個問題唔解決，就算跑姿表面睇落去幾靚，受傷都只係時間問題。最後一位學員講出咗好多跑圈老手嘅最大盲點。我啱啱轉跑呢個全馬拉松嗰陣時候啦，咁樣因為可能自己唔係好識點訓練啦，以為里數多係最好咁樣啦，咁咧第一次、第二次咧都 OK 嘅，到第3次嘅時候啦，嗰年都已經成日都有好多 injury 啦，譬如筋膜炎啦、膝頭哥痛啦或者腰痛啦。呢位學員坦言，以前一直迷信里數就是王道，以為跑得越多就一定跑得越快，結果換嚟嘅係傷完又跑，跑完又傷嘅無限輪迴。直到今次參加真人 show， 希望可以同佢哋分享嘅信息係：盲目累積里數，其實只係加速消耗緊自己脆弱嘅身體。
呢3位學員嘅問題，一個係20K 後臀部劇痛，一個係身體左右不平衡，一個係盲目堆里數導致反覆受傷。表面睇落，佢哋面對緊截然不同嘅困境，但喺運動生物力學嘅角度，佢哋嘅源頭其實只有一個，就係地基不穩。我哋想象一下，跑步就好似喺一隻獨木舟上面開大炮，你嘅雙腿就係支大炮，火力好猛。你想跑4分 P， 你想破 PB， 但問題係，如果你嘅核心，即係你嘅骨盤同腹部肌群，就好似指獨木舟咁輕飄飄浮下浮下。當你一開炮，發力推進嗰一刻，炮彈未射出，隻船已經翻咗。喺跑步嘅過程入面，你損失嘅唔單止係向前嘅推進力，嗰股無處安放嘅反作用力，仲會喺你體內亂竄，變成破壞你關節嘅元兇。當你每次單腳落地，即係進入築地期嘅時候，如果核心冇辦法瞬間鎖緊骨盤，你嘅股骨即係大髀骨就會向內旋轉。呢個內旋嘅動作會直接拉扯到你嘅騎經束，引發 ITB 症候群，又或者令凳骨軌跡偏移，造成膝蓋外側痛。好多人將呢啲傷患怪罪於跑鞋唔夠厚或者路面太硬，其實真正嘅避震系統係你自己嘅肌肉同核心。點解喺28日真人 show 第一周完全唔俾佢哋衝圈，而係由死蟲式、綁式、單腳、硬拉呢啲看似沉悶嘅動作做起？因為我哋要先幫指獨木舟倒水泥，等佢訓練成一隻堅固嘅航空母艦。只有當你嘅地基穩如泰山，你雙腿嘅大炮先可以發揮出真正嘅威力，將每一分力都轉化為向前嘅速度，而唔係轉化為傷害自己嘅壓力。如果你聽完呢3個真實案例，發現自己都有類似嘅隱患，或者你都想知自己指獨木舟到底有幾浮？今日我教你一個動作去測試自己嘅核心控制能力。死蟲式 Dead Bug。好多人做死蟲式覺得好輕鬆，甚至可以一邊睇電視一邊做，其實係因為你由頭到尾都做錯晒。如果你做嘅時候手腳一伸直，下背就會離開地面拱起，甚至可以穿過一隻手掌，咁即係代表你嘅核心根本冇發力，你全靠條腰嘅豎脊肌去硬撐。呢種發力模式放落跑步度就係腰痛嘅主因。正確嘅做法係，首先收緊下腹，想像將肚臍用力壓向地下，令到你嘅下背死死貼實張瑜伽墊，完全冇空隙。喺維持呢個極度繃緊嘅狀態下，慢慢控制住咁伸直對側嘅手腳，而且唔好掂地。如果你做啱，試下做15下，你會發現個肚震到好似地震咁，甚至會流汗。如果你做到面容扭曲，恭喜你，可能你已經找到你一直未能突破 PB 或者一直受傷嘅真正原因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做呢個基礎測試都覺得吃力，又或者你已經厭倦咗每逢比賽前就受傷嘅輪迴，你需要嘅絕對唔係買多一對1000幾蚊嘅碳板鞋，而係一套系統性嘅訓練計劃。28日改造真人 show 背後嘅完整科學訓練邏輯已經被製作成 Runform App 內嘅28日核心訓練營。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跟做影片，而係結合咗 AI 生物力學分析嘅專屬訓練。你可以透過 App 內嘅 AI 跑姿分析功能，清楚睇到自己目前嘅步頻、築地時間以及隱藏嘅傷患風險預警。系統會用真實嘅數據話俾你知你嘅獨木舟邊度漏緊水。當你解鎖咗完整報告之後，你就可以跟住我為你準備嘅28日針對性課表，由重新喚醒核心開始，一步步將力量正確咁傳導落雙腿。透過每星期1次嘅複測，你可以親眼見證自己嘅數據有冇得到改善。如果你想好似真人 show 嘅學員咁，希望用28日徹底改變自己嘅跑步人生，點擊下面資訊欄嘅 Runform 連結，立即解鎖你嘅 AI 完整跑姿報告同專屬訓練營。唔好再盲目堆里數，準備好面對自己嘅原始數據。我哋 App 入面見，Keep running。